的房山湖1楼早起伫嘉里洞溪边发现死者，目前累计18人死亡，7个人失联。台南市特区阿区的工厂昨暝大火搁爆炸，青外边防工厂烧起，加载无人受伤，原因还搁咧调查。美国密西根州有人赛车弄到长，开枪搁放火，凶手去互警方抓死，上无5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9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台姐。新闻头起先来看花莲的灾情，来到第7天啊。早起9点20分，死亡的人数搁加1人，是伫咧嘉里洞溪边发现的查甫死者。统计到达有18个人死亡，7个人失联，等咧确认死者的身份。那目前是继续咧搜救，不过伫咧礼拜所出现2件假的警报，引起惊吓。大家要紧咧避难，有囡仔走碰见，加在尾手有找到人。伫咧大路顶的之间，赶要走，救灾车也底要退，因为离北中道团工房山湖的水搁流出来。很紧张啊，因为全部人都一直冲啊，连重机都往外冲啊，没办法挡得下来。现阶段一直在抢修，那现阶段有一些溢流出来，稍微溢流出来的部分，应该是不会有大危险。水利署赶紧出来讲是引流失败，才互一寡水流入去市区。即马当地依然是维持红色的警戒，若真正要紧急撤离，警报声是这种声音。底声5秒，停5秒，安尼顺款9遍。若听到警报声，才是赶紧去管的所在位。伫即马还佫有7个人失踪。特殊人员对重点的佛祖龟，还有下楼分做6个所在继续找。山难对象部分，因为它靠近河体，它沙石堆积得非常的厚。那我们今天有协请怪手然后共同开挖这样。那目前到下午它还是没有发现。那我们晚上应该持续会到7点这样，然后把那个沙石场全部把它挖开这样，然后去查看。各地搜救队拢来到3天。台北市搜救队讲，当地环境歹，佫无破门的器材，只好找当地古仔，把吊伫咧2楼的16位民众顺利救来。母子受困在2楼，所以我们就有做就地取材，就是拿那个现场找到的手锯，徒手把木门给锯开。有一些地方就是屋子几乎是被掩埋住了，就掩盖到屋顶这样。那有一些地方也是水流蛮湍急的，所以我们只能派无人机去做搜索。今仔日8日连假结束，因为可能有真侪职工要转去，交通部会会动花莲县政府增建交通管制，看火车是毋是当加挂车厢，或者是增加车帮，避免当地因为车多交通拍夹影响救灾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各地头是有真侪热心的民众，趁连假这3天，家己早土啊、甲盐比啦，都赶到花莲要斗出力。不过，较偏远的灾区煞无够卡手，当地居民嘛惊连假若结束，这4天减少，灾区复原的进度会变慢。大家拢一支口刀协助灾民清理，对各公告时间拢集中来到救灾。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我们这边到现在已经第4天了。到现在一直堆啊，我们怕那个卫生。我们这2、3天的便当都没有人那个，没人给你们，说没要去领，要去那边领。问题是我们连代步的那个工具都没有，就是饭团。那个什么面包就这样果腹一下。车站4个拢是家己自动要来斗3天的人，也不过志工人多，分配一度也有问题。中央赶紧开始分配站调度，也不过官民会坦白讲，偏远灾区协助的人也是无够。分配不均啊，开玩笑，分配一下好不好？行政院长杜永泰2日报到现场视察，也拄到民众大声反映讲这个分配问题，更加有志工摒扫，也拢有这个受伤的情形。雨鞋磨到那个脚，然后破皮。不太能走路，有蛮大一部分都是外伤，就是各种这个擦挫伤啦、割伤啦，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因为一直不断的铲土之后造成的扭伤。内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有一些热伤害。赶紧滴白药水处理患者的目睭，敢若一个医疗站每天就要治疗200人，也不过连假已经要结束啊，有袂少的职工嘛要全离开咯。到明天才会离开。就整个连下都在这边。对。之后平日有可能有机会过来。我住彰化，可能就车程没有，因为我昨天光开来这里我就开了8个小时了。就只有这一天比较有空这样子，明天还有其他事情，所以我从高雄来这边当天来回。
光复乡灾情范围真宽，主要真侪所在拢还未清理完，就惊假期过了后，平常时志工会减少真侪，影响这灾后复原的速度。总统赖清德也下令，增派国军进驻，为拼中秋节假期进前会使完成清理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灾区的医疗能力，有医护团队设立临时医疗站，若有灾民甲志工受伤，会当随处理空气做简单的手术。不过灾区真侪鹿谷梅水积累，机关署嘛提醒啊，就要注意为着传染病风险。地头顶浸着顺空喙，这算毋是医护人员平常时工作的病院。花莲光复乡救灾行动要继续。2月透早，高雄市消防局特殊队接到个案，一位57岁查甫人，伊的伤势爱马上处理。医疗团队评估，伊的空喙已经感染，而且肉有烂去，阁有一寡组织也拢害去。为着防止并发芳寿性组织炎，医疗团队现场局部麻醉、开刀、清掉害去的空喙，手术真顺利。另外，灾区防疫方法阁有别项。国军第2作战区也协调国军花莲总病院开设临时医疗站，包含光复灾区都有光复汤厂救护站，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阁有光复车站救护站，提供规工的诊疗服务。另外，凤林国小、瑞穗国中2个灾民收容地区，同款是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暗时看病服务是伫官兵的大房区，有清除大型的家具以及有腐败的相关的食材的这些厨余之类的东西，会导致因为天候变热之后会滋生病媒蚊。国军也出动大约80名的化学兵支援，实施一寡地区的消毒，来防止拖白网生炭。也那为着阻挡疫情，疾管署也宣布10月7日特别开始自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甲光复乡全体居民、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佮救灾人员列入去，安算有12000人。另外，提醒现场人员清理环境的时阵，一定要注意防疫。可能带有的就是所谓的类鼻疽跟所谓的钩状螺旋体。那类鼻疽的发生，它其实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像普通感冒一样，可能会有发烧呼吸道的症状。医师提醒，一定要刮手套啊，避免皮肤接触到土霾。另外，食茶也有食食，上好是选包装的水，佮有煮熟的食物。伫变扫好势了后，应该规身躯洗好清气。居家环境是建议用漂白水透保，摕来切的消毒，来防止着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仁德区中正西路附近有一间亚克力工厂，昨暝着火烧，火烧甲真猛，佮传出爆炸声音，有1500外平方公尺拢烧起，加在无人着伤。那着火原因爱个调查。火有够严，一直出乌烟，现场阁不时会有刮爆炸的声音。附近有民众惊一个水通报，消防人员接到消息，随赶紧派卡手去拍火。不过火真猛，拍火时这厂房规个倒去。这场火灾就发生伫咧台南仁德区中正西路这搭一间亚克力工厂。伊白暗时9点半左右，熊熊着火。工厂内底有机械用的原油、重油，也有化学物。着火总面积达到1560平方公尺，损失惨重。36分的时阵，伊倒，你看伊倒的。我是中心跟我讲，爱紧过来看啊。啊，大哥，你即摆你亚克力工厂内底拢放啥物物件？半成品还是成品？我无多甲你讲，拢有个对啊。经过了解，着火是亚克力材料工厂，是联动的铁柱亚克力着火产生有毒的气体。消防人员透暝拍火抢救，隆重出动35车68人，二消60人，加一台重机具赶来支援。经过暝5点钟，半暝2点外，才总算拍花。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燃烧面积1500平方公尺。所幸现场没有人员受伤受困，目前火势已经控制，水源已经建置完毕。现场水源缺乏，所以我们叫了7个梯次。加在临界期间，拢休困，无人伫内底，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大火嘛炭烧到隔壁一间环境工程公司，面积有60平方公尺。也那到底是安怎着火？相关的原因，消防单位表示后续会进一步调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意外消息，台中和平区八仙山发生事故，消防局昨接到通报，讲上好步道的爬山口往八仙山的步道有人爬山昏去，怎当场被窜开。消防局上山了后，发现一个50岁查甫人倒伫涂骹，已经过往啊，把尸体送落山，交予各县派出所处理。根据了解，这个死者是移民署南投专勤队长邱国志，那像是家己去爬山的时昏去，当场死亡。
这几年才有诈骗集团锁定德科工程师，新竹地检署、甲工检局，佮有新竹科学园区的合作，打造诈欺预警中心，建立通报机制，希望会当加强打击诈骗。看到早起车手出现，警方点名围起的压制嫌犯。新竹因为科学园区收入悬，成做早起集团锁定的目标。为了防治诈骗，新竹地检署结合工研院、科学园区农业工会，宣布成立早起预警中心，来加强防诈意识。假设公司发现奇怪的地方，或是可以预防的地方，可以先建立这个通报的管道给我们检警，在前期就能够介入来做这个侦办跟预防。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做一个提前没收，做这个侦查中查扣犯罪所得的动作，来保护整个科技业的资产。像我们工研院有一些 AI 的技术，可以看能不能跟我们那种法界一起来合作，怎么样有很快的去破一些这种诈骗集团的手段。根据新竹地检署统计，过去这一年来受诈骗损失，上济一月日的金额达我2亿2千万，显示出新竹地区民众受害严重，其中各以假投资的手法上济。科技业其实蛮多年轻人是想要提早退休这件事情，所以在投资大片在新竹市发生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可能高达30%到40%的情况。去采购一些这个软体，能够去监测到这个不好的这种讯息的传递，我们去做一些银行的端的这个诈欺可能的认证。诈欺预警中心未来建立企业汇报甲通报机制，只要民众也是企业第一时间发现可疑的案件，譬如讲奇怪汇款、假网站，也是假投资的群组，检方就会发动侦办，追查违法，减少诈欺案件发生。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交通塞车案件愈来愈多啊！敢若看最近3礼拜就有878件。即阵警政署也引进毒品快台试剂，只要3分钟就会当知影这个驾驶敢有食毒。熊熊大力弄对警察车，造成28岁警察死亡。这是去年7月份食毒塞车弄死警察的事件。嫌犯当时输的就是依托米子。另外，伫咧今年4月份，彰化细小的查甫人失控弄到空桥国际学校的宽道自行车队，造成这个学生轻重伤。同款是属依托米子的毒品害的。现在这个依托米子呢，事实上在道路上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对人民的危害非常大。用唾液快筛这一项新的这个试剂啊，来做一个依托米子的这个取缔。刑事局表示，毒驾案件愈来愈多，敢若这个月到达全台就掠到878件。为着要预防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警政署引进新型的喙烂毒品快胎，这是美国的试剂，只要喙烂3分钟的时间，就会当检验出7种的毒品，准确度达到97%。采集这个驾驶人的唾液，只要3分钟，它就可以呈现它使用的毒品跟阴性、阳性的状况哦。那如果呈阳性之后，同时就可以依据道交条例及时做人车分离，查扣他的驾照，然后予以罚款。伫较早，若是毒驾检停事，就是验尿验血，需要2礼拜的时间才会当确定。现在只要3分钟，若呈现阳性，伫当场就会当吊销驾照、保管车辆，拒绝检测也会当罚18万。刑事局表示，上紧10个月底就修法完成，会当正式加入执法的工具。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云林署的报仔了，最近发现报花有踏30外地废弃物，包括庄仔甲徛皮仔、碎玻璃等等。环保局已经咧调监视器调查，然后找到人，就依照废清罚送办，上重会当关5年，罚1500万。30外包的太空包，内底拢是人单调的庄仔甲、茶坊等等的物件，放喺伫咧云林县苏湖乡报仔了的报花边啊，民众看到这个情形，拢感觉实在是真失德。唔知这唔知安怎来嘛？唔知。这不能很快嘛，对吧？对啊，也是要啊，因为像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注意到，就会有很多人都跑来这边乱丢东西。当地有民众讲，连假前几天就看到货车驶入去爆花2届，甲一地太空包放伫爆花边。伊当阵伊就是讲是时间的车，想袂到内底放的拢是营建废弃物。针对这点，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已经有调附近的监视器积极追查。检查内容物全部是营建混合废弃物。现场没有行为人。目前协调警方查阅监视系统当中
由于该处经查是属于经济部第5核trang分署权管的地方，我们目前协调核trang分署可以紧速来清除了哈。环保局讲，若是查到行为人，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来上班，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若无找到行为人，最近会依规定，函请看守单位赶紧处理，尽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到暑节连假上尾一天，天气真好，真侪人要出门行踏。若这礼拜到中秋嘛，拢是好天。天气乡亲就要注意高温，过道会落西北风。这份好天的天气，有人出门运动，有人出门行行咧。气象署表示，像这款的好天会一直到中秋节。虽然天气稳定，不过气象署嘛提醒，有要出门的人要注意高温，尤其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山区要注意过道雷公雨。气象署拜一也发布高温资讯，西半部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3至35度，东半部约31至32度。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有机会出现在大海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都不排除有机会出现到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况。另外，在台湾南边、菲律宾海面上有热带扰动，未来敢会形成热带低气压，也是加做风台。气象署讲要继续观察。但目前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中秋之前天气拢真稳定，民众免烦恼。可能有一些热带冷发展，不会那么快就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在中秋连假之后的天气，可能就要留意后续热带冷发展的情况。气象署表示，虽然这礼拜拢是稳定的好天，但是海边仔有可能会出现长影。有要去海边仔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兴忠台北报道。来看美国密西根州有一间教堂自白举办活动，煞有人赛车弄入来开庆祝放火。警方赶到现场，和凶手对战，甲凶手打死。目前知影这件代志有5个人死亡，尚无8个人受伤。发生枪击案的密西根州大贝隆市的摩门教教堂，因为真卖火势庆祝阵阵的乌烟。根据警方调查，这间教堂礼拜举行大型活动，有几啊百人出席。想要到稍后一个驶4门火车的人冲龙正门，然后驾驶炸枪路车开始扫射，使用的枪支亲像是突击步枪，枪手也个调监放火烧教堂。警方协助了后，警警去到现场，佮甲枪手交战。短8分鐘，枪手就互警方打死。The suspect, again, we'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right now, was neutralized at 10:33:44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at church. That suspect is a 40-year-old male from the city of Burton, who we identified as Thomas Jacob Sanford. 目前唔知影相关的犯案动机，也无清楚相关甲教堂的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警方也伫相关的住所范围有封锁线。目前知影一名受伤的人情况危急，其他人是较稳定。教堂火势已经拍花，警方伫巡视会场的时发现罹难者遗体，研判可能也有民众受影响。I know there had been some church shootings like recently in the news, but like the fact that my hands are shaking, like it's 10 minutes down the road from where I live, my home. 8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天主教学校发生枪击案，迄当时造成2个囡仔死亡。根据追踪这类事件的枪击暴力档案组织统计，美州这件枪击案是202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324件大规模枪击案。公司新闻刘小坤编译。来关心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也未收煞。罗西亚为27暗时搁连续12点钟轰炸乌克兰，出动约600架无人机，射40粒飞弹，上无造成4个人死亡，80多个人受伤。在罗西亚军方12点钟的连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有真侪骑架名体归拢海去。总统泽伦斯基讲，这礼拜将会甲欧洲盟国讨论对罗西亚进一步的制裁。乌军礼拜也攻击罗西亚边境贝尔格罗德的能源设施报复。Реалізувати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по ППО.
обов'язково Росія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за все, що робить. 俄罗斯自27点开始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扎波罗热、苏比在内等7个所在进行猛烈的空袭，总共派美加600台无人机，发射40粒飞弹，是几个月以来规模上大的一遍空袭。俄罗斯强调，空袭是针对军事设施。这边的攻击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拢伫基辅，包括一位12岁查某囡仔，超过80人受伤。One more example of genocide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住伫咧基辅35岁军官赫瑟耶夫，因当时第2遍拄到俄罗斯空袭，好佳在3个囡仔甲伊看守拢无代志。Я вірю, що ми повинні стояти і надихати людей. Надихати, боротися далі. 住伫咧基辅19岁达丽娜，正好佳在正值暗去朋友引导大。Це реально пощастило, що ми не вдома були. 乌克兰即马积极强化长程打击能力。顶礼拜，泽伦斯基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讨论军售的代志。乌克兰希望美国会当卖射程2500公里的政府飞弹予欧洲国家，搁再由欧洲国家转交予乌克兰。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讲，这件代志将会由川普亲自决定。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国造畅水南海群号目前交咧测试阶段，不过主要咧推动的这个黄树港刷失掉国安会咨询委员的工作，因为这海群号的海上测试确定延期啊。外界嘛咧叫黄树港这阵时节可能就是要负责。国造将舰海群号还阁伫咧测试的阶段，但是总统府证实，主要推动的人黄曙光请示国安会咨询委员，10月7日生效。黄咨询委员因为家庭的因素，向总统请辞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几经未留，最后免予同意。黄曙光2016年升海军司令，任内处理包括将舰原型舰合约设计、细部设计加造舰等作业。2021年退伍接国安会主委，加将舰各组调一人。但是2024年海军号停工测试最后阶段是调一人，这么个是主委完成阶段性任务。争取到友盟国家提供红区装备，对前舰来讲是最重要的关键装备的部分。因此，黄曙光先生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因为这么海军号只敢完成3遍海上普航测试，困难度国家员的潜航等测试也未开始，决定无法度伫9月完成海测。外界认为，黄曙光这个时阵时，可能是要负政治责任。本来11月要交接的海军号，怎么可能会变？应该是会做最后一次潜伏航的所有完整的测试。那后续之后的海测会由浅到深，那安全把它顺利的完成最重要。如果真的有超过11月，我想合约上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大船讲，这边的普航要验证海军号的潜航条件。会伫咧安全考虑下，将步完成规划。想办法把东西摆上去以后，再来想办法整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也一个高风险的。这整合的问题，我在猜，大概一直在困扰着这个专案。将舰体系出身的前参谋总长李希明认为，咱国即马拄到系统整合困难的问题，不过也是希望各座将舰会当顺利承载国军的防卫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分享去罗马尼亚坐车甲竞赛，索去互当地警察查落来，讲因无承认台湾，所以台湾的驾照无效。虽然落尾人是平安，不过这个警察也讲要甲民众的驾照送去中国大使馆。一群人赛车要去匈牙利，就伫罗马尼亚边境，互警察查来，要求全部人交出证件，佮拍开车厢，要求开行李，佮叫支援警力检求证件。最后警方表示，无承认台湾毋是维纳公约内底国家，驾照违法，免伫罗马尼亚赛车。他们跟我们说，罗马尼亚不承认台湾的任何的文件，坐他们的车到那个他们的办公室，就把我们统统带走了。虽然提出外交部公告，台湾驾照用伫罗马尼亚使用是合法的，不过也是被要求去警局。罗马尼亚警方表示，要将违法的驾照送去布加勒斯特交予中国大使馆，最后靠台湾驾照才被放走。以台湾的这个驾照呢，他们不承认的因素呢，把它甚至送到了就是中国大使馆。那这个其实呢，
在整个情况来讲，它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件。乒乓协会表示，罗马尼亚是东欧重要旅游地，南美洲旅行团拢去当地行程。评估即摆家己赛车被考驾照应该是过限。外交部声明，重视民众伫罗马尼亚赛车互警方查来甲考驾照的事件，已经伫第时间指示代表处向罗马尼亚政府相关单位表达关切甲了解情形，全力维护咱民众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名的健身房全真有价最近宣布，全台湾有6间分店拢要暂停营业，引起会员的不满。发布局目前是已经收到700多件申诉，展开行政调查。在市道大店的会员伫健身房门口口等待，来自新加坡的连锁品牌全真有价健身第24向发出公告，全台湾敦南、高雄、天母等6个分馆暂停营业。不过又搁伫2天了后宣布，敢若是改变营业时间。像我是缴了3年预缴，我还有2年多结果现在台北几乎都停了，对，所以。不晓得怎么办。到27透早9点为止，台北市法务局已经收到738件相关的消费申诉，也展开行政调查。专进公司也坦白讲，因为资金的转洗困难，地区薪水有欠，来造成场馆人力无够。也强调目前也未进入破产也是清算的程序，当然积极争取股东资金的投入，实际去了解目前场馆的状况。是部分的员工无领到薪水，唔爱来上班，所以改做无够人客，敢若开放使用器材。我们是要求全真公司，它必须要在9月30号提出各馆的运营计划以及相关的退费以及赔偿消费者的方案。这个部分它必须要具体说明。法务局目前要求全真在期限内底交各分店的营业计划，若是停止营业，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退钱方案。阁有最近几日间服务检测部分赶快提出赔偿的方案。因为全真即马有的会员会籍费、甲9年课程费，一直到10月为止，阁有2亿1200万欠伫会员的信托专户。法务局是要求永信银行慢请移转信托的财产。店内的包含像这些设备开始出现状况呢，它没有办法去更新，或者是店内有明显的这些防护人力的不足，那这个就代表公司在营运上呢，可能开始出现一些资金上面的缺口。高个进前，全真敢若透过公告表示，若做会员因为暂停营业，也是服务缩减，要停止契约，也是讨赔偿，会当写批去因的服务赔偿。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共享奥多摆造车人数降低，所以 Iron 也是已经宣布要退出桃园市场。目前敢若剩GoShare要咧营运，交通局嘛要求业者就要扩大服务。路边停车格奥多摆是停甲满满，内底有几台共享的电动机车。重点提出讲路边随走随行，有民众感觉讲底停左少是真方便，不过也有民众感觉讲车少，这 app 也不好用。很久之前有用，但发现操作还有那个安全帽好臭，很麻烦啊，后来就不用了。对老人家来讲，他们觉得他们也不会用那些 APP 什么的，他们可能不见得会去弄。桃园市2019年开始推动加碳共享机车，也列做温室气体减量的方案之一。原有的GoShare也有 Iron 也来营运。审计处审核发现，去年有定这个共享汽车、机车验车公里1519万加535万公里，使用总价必须达到31万，也有114万人次才目标，不过拢无达成目标，也有当年下降的情形。这个 Iron 共享机车部分也向正式，第7月7日已经正式来退出了。因为电池系统汰换，不如预期，因此在今年7月1号正式退出了桃园市的营运范围。交通局讲，疫情解除造成民众对国内旅游的需求下降，和共享这个交通用具的租借量加骑坐里程数下降。卷桃园虽然敢若剩一间GoShare共享机车。依然有1000台，敢若比进前减少190台。未来要求营运商加强调度管理，并且评估扩大服务范围甲倒车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伫咧花莲嘉义洞溪边，又搁发现一个查甫遗体，死者的身份也搁咧确认。目前这崩山湖的事件统计有18人死亡，7个人失联。即阵是继续咧搜救，不过昨礼拜煞出现2架假警报，引起惊吓。大家咧避难的时，煞有囡仔差一点仔就遭碰见。搜救行动伫2九有新的进展，救援人员伫光复乡嘉义洞烟花，也就是马太安溪水尾所在发现一个男性遗体。不过因为已经规个项起来，无法度辨识身份，研判已经死亡几啊天。
大体在挖掘中。那因为还没有做采样，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它是失联7位之中的哪一位。现场5台大型的怪手持续咧挖，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的灾害进入第7天，搜救单位还是全力咧找找失联的光复乡居民。不过前一天却出现2架假的警报，致使志工、救灾人员甲民众大家拢真惊吓。二月迄一天，中昼有人喊讲马太安溪水头又搁崩化。尾仔暝的时阵，灾区因为有警察误解指示，无确认情形，就直接发布警示。花莲县警局讲会追究相关的责任，买做内部的处分。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警报。针对这点，中央嘛有发布影片，强调水头若是达到红色的警戒，而且需要撤离的时阵，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再由管制中心同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嘛提醒，警报的声音是低声5秒、停5秒的方式。都惊错误的假信息引起民众的惊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赶紧培会，嘛强调讲，若必要的时阵，会以灾防法第53条判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另外，新北市特殊队连续7天，计共136点钟，连续无休困斗救人，拢总完成167件救援的任务，协助甲232个受灾的民众疏开。任务结束了后，嘛向这块受难的土地致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的灾情严重，中央也提出补助方案，予灾民住旅馆，一个人一天上悬补助2000块。不过目前敢若20个人想要申请补助。另外，安置上百人的大井国小收容所就要上课啊。县府是捌要求灾民先刷起水水，不过经过协调，目前是已经取消啊。学校大礼堂看完简单的床架啊，满满的受灾户只会当困涂骹，多数人透早就起床，登到厝里去摒扫。也毋过大井国小收容所要暂定安置。大井国小这处收容据点安置了数百位的灾民，但校内却贴出公告，要求在29号开始搬离。表明这个通知讲是考虑地区的囡仔特别复学上课，爱停止收容。也毋过政策也无到一日临时罚停。这又是学校。你学生如果想要回来上学，又要再赶人了。你把我们迁过去，然后那我们怎么回去？说小孩子要上课来讲啦，那谁要接送？花莲光复乡在后第7日，当地徛街清理也未完，真侪灾民有厝无法度转去，中央也提方案，补助灾民住宿每人每日上悬2000块，上长会当住14日。也毋过补助上路了后，根据目前统计，只有20人有意愿。目前7+7上路3天来说，因为我们需要每天等待社会处以及原民处造册有意愿转移的灾民。那目前来说，我们只有大约转移20人左右。当地旅宿工会继续协助暂时收容，同时配合志工大房。也毋过使用补助方面，政策已经开始3日了，初步成效并不明显。他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我们宁愿住在这边。好，随时去整理自己的家园。是最后呢，其他我自己要负担了。对。对，自己像连工作什么都没有了对，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怎么办？补助上侪14日有灾民认为，一直搬来搬去，不如提供长期安置场所，也有受灾户环境。虽然利益良善，也毋过更较希望用伫灾后复原，和登记厝的日子别过显也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麦各界物资拢要并入去花莲，不过交通无方便，花莲县市长就招志工一号去送物资，甲物资送入去偏乡。若昨有盗主者志工车去互警方抓落来，县府也宣布未来只要是送食的、送便当的，或者是志工的车，只要甲交通管制监管讲清楚，就拢会放因行。光复乡灾情严重，大量的物资摇入来，志工的手无停过，无用甲日常用品堆落地下底，希望赶紧甲物资送去予灾民。就是有口罩、毛巾、沐浴乳，然后还有鞋子，
就是清洁用品。我从台北来就有志工，还有车长就有广播说，就是这边物资没有人手，所以就问说有没有人要来帮忙。这个房山湖的大水，唔但人家厝淹去，江湖乡真侪灾民的交通工具嘛规拢浸水。真侪受灾户无法度亲身去收容所或者是县府指挥中心领物资。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招志工一户一户，将物件送去予交通不方便的灾民。今天更有一些年轻的从外县市各地来，大概将近50位的志工来帮忙。各界拢来斗3工，新北的物资嘛要送来花莲。不过二八发生义工要来煮食的团体，因的车去予警方查落来，义组团的志工批评花莲县府阻碍因入去市区，无顾灾民，甲热心的志工无饭通食，引起争议。花莲县府嘛宣布，今仔日已经订25000粒的便当。中央地方机关的救难人员，还有各界前来的志工，那花莲县政府在今天的中餐晚餐的部分，花莲县政府已经掌握已经订购了25000个便当。陈建春表示，只要是送食食、送便当，甲义组团的车，甲交通管制人员表明车入去的用途，一律拢会放行。为了确保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有体力继续救灾，农粮署宣布为29开始，逐工会提供便当送去指挥中心，由国军甲志工协助来分，固定伫中昼12点半甲暗时6点定点来发放。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桥去予大水抢登去，大高线未得过，就要改造193管道。目前也启动交通管制，为着要互救灾更较顺利，交通部也要起便道，伫10月中就会起好势啊。另外，马太安溪水头50公尺的所在，嘛会起阿鲁米的便桥，伫过年进前就会完成。过手无形清河底马太安溪桥被冲下去，互大高线登去。交通部规划短期爱先完成河底涵港便道，疏解交通需求。不过，其实大量车流已经先进入193管道。年假期间，真侪志工想要去花莲光复乡协助救灾，不过爱随路行真下193管道，造成真大车流甲车祸。虽然已经启动交通管制，疏远塞车情形，不过民众希望便道能赶紧完成，再上不足就免过细节大连。你要是水大一点，这个变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管制，怎么了？这边好像有一条嘛。当然是不方便，要绕比较远啊。因为交通现在就是走那个193线，很塞哦，要绕啦。交通部计划10月中完成南北各一条涵港便道接大高线，已经历时间了后，等互救灾车甲小型车更较顺利进入光复灾区。要地方平台建议应用原本桥附近代替旧崩坑来起便道。这个隧道啊，不像我们一般的车型隧道，它的宽度啊，宽幅大概是4.1米左右。然后它的高度还有照明的这个设施啊，是不供通车使用的。就是一样2处南北各一项，然后会往那个就是接到台9线的部分。因为原桥两边受损严重，交通部目前规划伫原桥水头较无偌远的所在搭更便桥，共款直接跨过马太安溪，按算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应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房山湖一大水，这水退了后，规个车路甲人家厝拢是落公梅。这几天各地头志工拢去斗拼，安那遮的烂土未来要安怎处理呢？环境局表示，初步研判，大部分的土质状况拢袂歹，有可能摕来再利用，用伫咧农地或者是摕来做建材。热心的民众趁年假来到花莲斗3工救灾，清出大量的绿菇梅。根据环境部的统计，目前拢总清出10267栋的绿菇梅，1994栋的粪扫。环境部初步判断，这寡烂土的土质状况拢袂歹，未来有机会摕来再利用，会当用来做建材或者是农地改良使用。也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啦。那我们挖起来可以做一些利用，再评估看能不能做农地上的一个改良，或者是建筑物的材料，等等。那我们不排除各种的利用的一个方式啊。不过建筑系教授指出，这款烂土要用来做建材是较有难度，因为内面的沙啊成分无济，真正要起厝，才会当用来起凉房厝、土角厝，所以教授是建议会当先放伫咧地势较低的所在。鱼浆
要做成建筑材料的话，事实上是有困难。比较权宜的方式就是清理出来的泥浆堆置在某个低洼的地方。假如想要做以后某种我们现在生态园区的示范的时候，转作为其他用途。教授认为，这款烂土未来会当用来做生态培育、做水池，或者是种花的培养土。环境部也指出，未来会搁和农业部继续讨论这款土的用途。目前也是先甲家园清理好势。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南海公路东段未得过已经第7天啊，公路局已经抢修出一个人行通道。台电伫咧日暗时也紧急抢修开河二流川和布洛川的供电。不过受到交通影响，这山区要300多位村民吊伫咧顶悬，所以山卡到布农做清电，都派民生物资行遍6公里的山路送物资予山区的村民。南海公路东段道路受损长期，山区300多居民受困1礼拜。公路局抢修出人行便道，已被部落族青年自发组成6人爱工团，爱海团乡公所甲民意代表准备物资，每人派5到60公斤，行将近6公里，佮将物资交予伫路咧等的村民手头。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有加一个差不多20公斤、25公斤的油，对，然后再加一些罐头类的。会比较重，然后一些小朋友的奶粉跟尿布。不过台电大东区处经过1倍1日的清修，暗时全面恢复布洛甲二道川300多居民的用电。公路局自告继续清修，菜合棚巷口的土石也清空。目前这村蛤蟆路段也在清修，按算31部下搭好车行便桥，河山区农产品送落山。因为交通受阻，南海部落高小甲二道分校为顶礼拜就停课。不过教师节3日假期就要结束，部落高小30是毋是继续停课？官府表示，还在甲相关单位甲学校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前2天去小琉球佚佗，车停伫咧东港花桥市场的停车场，回来时却发现伊的车两边去互人扣甲一驶一驶。东港议会表示，这个停车场一摆敢若收50块，要提醒敢若会使提供即时停车，袂使停过暝，希望民众会当配合。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朋友之前就是把车子停在里面，结果回头一看，本来车子被刮得超级严重的。民众伫社群网站表示，因为休困出发去小琉球佚佗，把车停伫花桥市仔的停车场，结果倒来东港要牵车，发现车身两边拢互人扣甲一驶一驶，互伊感觉真不满。伫网络顶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搁去鱼市场的停车场停车。因为晚上上班它会那个瓦力亚卡，然后就是会雨雾会上上下下，有可能就是会影响到车辆这里，所以我们这边晚上就是不能过夜。本市场只提供临时停车，请勿过夜。东港议会表示，这个停车场一摆收费50块，但是有写明袂使过暝。鱼市场嘛无负保管责任，因为鱼市暗时啊时阵需要落鱼拖货，惊会去卡到别人的车，拢有大过时提醒。有民众表示，入来停车场纳钱的时，收费人员嘛拢有提醒，袂当停过暝，拢会趁天暗进前驶走。不过嘛有民众讲，违规会使罚钱，但是袂使违法刁工去扣别人的车，这是两回事。说他不让人家过夜，应该是说他每天早上鱼市有开，然后可能会有大的车会进来要捕鱼货之类的，对啊，所以他不希望这个车被人家一直站着。我违反规定的，跟我的车子被刮伤，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你说我过夜，那你可能看怎么样处罚，收很高的停车费，那我 OK。可是我觉得不能因为我过夜，然后导致我车子受损了。东港议会讲，因为这个停车场敢若会使临时停车。50块是收清洁费用尔，建议民众若要停过日，会使去附近的收费停车场，较袂和鱼市场做生意的互相影响到。但是民众停车若有拄到状况，会使报警，因会配合提供警方监视器的画面进行调查。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阿里山游菊花生伫咧海拔1000公尺以上悬，是台湾原生特有种。即阵嘉义绿草向东会就特别甲嘉义大学合作，伫咧绿草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希望会当协助推广复育，嘛希望会当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业。农会员工按照白块距离，
甲阿里山游脚花一丛一丛种落去土，为着要呼吁阿里山游脚花家己县绿草乡农会甲家己大厦合作，要伫这2分大有机农地饲种3500丛的阿里山游脚花。它原本是高山的作物啊，那下来有用一些仪器测一下，它在平地应该还是可以过得不错啊，但是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试种嘛。阿里山游脚花是台湾原生地有种的食物，上早是伫1914年的时阵，由一位法国的食物学者伫阿里山地区发现，家己大学的食物研究团队试种了后，发现伊有经济价值，未来当加工做产品，而且种出来品质甲产量拢真稳定。在日前，我们也协助农科院那边向食药署那边申请哦，那目前也正向表列，它是可以当做食品哦。那未来如果农民在栽种成功之后贩售的话，也比较有保障。咱先用农会的资源吼，咱家己先来试种吼，试种成功了，慢慢吼达到有商业效益的时阵，咱家来推广给农民。绿草农会表示，即马种的这3500丛阿里山游脚花，按算伫11月到明年2月会当收成，会配合家己大厦来研究开发做地包，希望豆豆会当推广真做是绿草乡新的地方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旧历7月已经过啊，为着要抓一寡要留伫咧人间、要未离开的孤魂野鬼，台南的商业馆新丰庙就举办示警夜巡，城内少民众去求平安。新桥甲各种火车伫信众的包围之下向前行，场面真盛大。过了7月鬼门关已经1礼拜，台南全地首义馆新丰庙拜六下晡宣布运警掠鬼，4点了后开始夜巡路祭，路线是12.5公里长，庙方安排超过600人护驾，真侪信众是来接受新桥祈福。毕竟一暗的时间无法度巡伤远，所以讲一寡重点的路，也是讲较容易肇事的一寡。较高事故的地点，阮遮来巡扫安尼。府城关新丰夜巡是伫逐年旧历7月了后的固定节期，是为着赶鬼祈福，由新丰爷带队伫旧府城4个城门范围夜巡，加入袂登去的鬼魂带登去也进行路祭。这项延续100年的传统节期，伫2002年11月和市府顶落做台南市场民俗文化主产。就抓让御驾违规的，就。路上很多群众在跟，蛮害怕的，所以也没有再多看。新桥半暝陆续登去到关新丰庙，现场烧金纸、甲阴魂，带登去阴间。府城关新丰夜巡除了有暗访夜巡、甲赶鬼祈福等等的节期，也有3年1个月公安道，互阴魂申冤。唔那吸引信众对新桥看新丰夜巡，也互传统的民俗文化会当继续伫台湾流传落去。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推广语言，除了爱讲、爱用，嘛爱会晓写。来看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大活动，带民众去糕饼店、甲金纸店熟悉市场的台语。落尾，佮安排老师教民众写台文，互大家唔但会晓讲台语，佮会当真捌台文字。一群人咧踅传统糕饼店，有草仔粿、发粿甲红圆，原本就是用台语发音的食物。过来去金纸店介绍拜拜会用到的各种金纸。中华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大活动，要互民众熟悉市场的台语文化。用拜拜这2个字，伊主本应该就是台语嘛。咱来讲大拜拜，它拜拜听起来就是拜拜。台语毋是一种附属于华语的物件，伊是本地就存在的。透过这个活动，一方面是鼓励这店家会使继续用台语来甲在顾客来介绍。用台语其实保存了足侪较早跩物件的用法，嘛会使甲这文化甲语言会使继续传落去。除了带民众去糕饼店、金纸店熟悉市场买卖的台语讲法，主办单位嘛规划用书法写台文字的活动，唔但要鼓励民众加讲台语，嘛希望推广台语其实有字的这件代志。一个语言要刷落去，唔是敢若听敢若讲，就是咱嘛最重要，咱渐渐爱甲台语的字找倒来，台湾这个土地母语才会使传落去。我家己是做设计，甲文化是较有关系。语言的系统要甲做文章，也是讲要去甲书写乱，一定是文字是一定是必要的。主办单位表示，来参加活动的人，大部分台语拢会晓听、会晓讲，但是对台文字就真青分。但是语言的传承，除了听甲讲，更加要紧的是爱有文字系统的支持，才会当互语言世代传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看日本真出名的多多罗，这2年伫咧英国嘛真受欢迎。改编做舞台剧了后，这头一天公演就打破票房的纪录，嘛摕到6项大奖。零了音乐剧伫巴比肯上映破纪录了后，今年3月杀到伦敦西区，伫真侪部音乐剧内底赢得票房甲评价。起面有6成无看过原来拄做观众的观赏，舞台剧演员接受公司真好，分享伊成功的重点。Even throughout our rehearsals and whatnot, company members who are Japanese of descent try to teach us non-Japanese abou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零了舞台剧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九石娘重新来监制音乐，有侪位东亚演员参加。虽然主要语言是英语，不过依然保留真侪日语话对话。原本80分钟的动画被拓展为2点半钟的剧场的体验。因为其中的秘密武器就是从严格禁止公开出现的这个布红啊。Everything had to build from scratch. I mean, the cat bus arrived from the States by ship, and we didn't know how to move it. So we had to explore it to do a workshop, and we tried, and it only looked like octopus instead of cat bus, you know.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另外一个舞台焦点是搬这4岁查某囡仔演员，和观众学了讲，敢像是动画内底走出来囡仔同款。I'm between 20 to 50 years old. Yeah. And because they all treat me like I'm 4 years old, my job actually gets really, really easy. 零了的舞台版本，若搁再互观众受到细汉时阵也证明好的故事是无国界。公司国际记者英国伦敦报道。天气玻璃赛，做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6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8度到34度。华岛地区28度到31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